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而乐，但愿伊一切奇妙的所行。为着要纪念每个牧师伊传道的脚迹，特别伊来到台湾了后，真紧的时间就来到咱彰化地区，特别伫这个小西这个所在做真好的工，传福音、传道理，伫逐个市场，我通看到伊的脚迹。伊上常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大概伫咧补时，差不多4点以后，大概就伫咱的这个市场的所在，也是讲迄个人来人去的所在，伫咧真较侪人就接落咧迄个归港参伊的动工大概咱上个知影、上个出名就是赤马这个林茂强牧师。因有一个拍落，一个就伫遐大声话讲上帝放电囝，上帝当时台湾人检测无介熟但是放电囝是真熟的就是讲囡仔无记这代志真严重，是啥物人放电囝呢？所以听着讲这外国人伫遐咧找囝来看卖，到底是咧找啥物囝？才清楚听着讲上帝放电囝是上帝。放见伊的囝原来咱拢是上帝放见的囝所以咱安尼应该就倒转到老爸的家来，应该就有机会返来见老爸面所以伊的报道，这个街头行尾也是讲伫市场的报道，就一站过一站。咱圣经学院伫后礼拜开始新第30期咱伫第30期就是咱圣经学院满10周年后礼拜开始开课所以兄弟你对伫上帝的话语要搁较深的一班咱做伙来上圣经学院请你来报名。
等，地位上帝的疼痛，性情的相通，因带固守，甲咱正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